来看好事多的冷冻鱼防验出有 A 肝的病毒，冷冻的蓝鱼也有问题。业者今仔公告补偿的方案，除了退费用，会阁提供甲产品共介绍的慰问金，会补助消费者做 A 肝检测费用。若属医师认定讲是因为食到鱼喂到 A 肝哦，买来负担医疗的费用。也毋过消基会是批评讲，这个补偿方案完全无诚意，要帮消费者来拍团体诉讼。好事多卖场早起，人来客去，买物件民众袂少，也有民众陆续前往退费。当地防检出有 A 肝病毒的冷冻鱼果商品，听到业者提出补偿方案，不少民众讲，其实无破病就好。不小心生病的问题，不是那个金额多少的问题。对啊，因为如果你真的生病了，多少钱也补不回那个健康。用原来的价钱还给我这样子而已。今天有公告一个新的公告说会有补偿金没有了，同样金额的补偿金啊，我有退给我就好了。根据业者对会员正式公告的补偿方案。凡是买伫回收区间的商品，不论是冷冻3种综合鱼，还是冷冻蓝鱼，除了专业退费，搁提供等待的补偿金，民众若出现症状，到卫福部认定机构检测 A 肝，补助500块检测费。若确诊 A 肝，搁疫调对中价食的商品有关系，业者会负担全部的医疗费用。60天之内都有疑虑啊。那60天之内检验个1次到3次，那个检验的费用再加上挂号费，那绝对不是这赔偿的几百块、补偿的几百块可以把它给 cover 过来的。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费用真的是非常非常没有诚意。消基会分析。最近拄拍完胖达人团体诉讼，最后每一个人会当得到2000多块的赔偿金额。消基会认为，好事多的鱼果商品影响层面更较大，赔偿金额至少3000块以上才合理。那消费者对于好事多赔偿方案无满意，搁向消基会申诉，只要达到20人的底线，消基会就会协助拍团体诉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为着要强化